有人伫网络播影片，指控桃园一间公立高职的老师体罚学生哦。有议员就要求主管机关应该马上调查，嘛要来关心学生仔的心理状况。教育部证实讲，因有接到定情，学校嘛已经在调查咯。监视器翕到，有一个学生敢若是上课较晚到，互老师念刑砍、扭头毛、拍架床，也翕到伫咧教室门口，几多位学生互老师检查手机了现喙皮。另外一边学生伫咧操作机台时阵，突然间互老师拔头。桃园发生一件公立高职的老师敢若是体罚的案件，几多段影片互人放伫咧网络顶。我觉得老师这样做，不管熟不熟都不太应该这样。应该用鼓励的方式，而不是用实际去打人的方式去惩罚学生，这样就是有话可以好好说，不要动手这样。我希望主管机关即刻介入调查，这位老师是否长期对学生施以暴力，有多少学生被这样对待？对此，桃园有议员要求主管机关爱随介入调查，也主动去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。教育部证实有接到定情，4月25有函请学校调查。依照规定处理，学校也伫咧2日完成校案通报，开防治校园霸凌营养小组决议受理。4月底接获，随即展开相关的程序，并召开会议来启动调查。同时，也请该师调离该班的导师职务，并调整课程。针对这件疑似校园霸凌的案件，学校方面正依照校园霸凌防治规则的规定，伫咧进行调查的程序，也启动辅导室进行班级的辅导，强调会继续关心这班的学生的状况，并且了解师生活动的情形，做好正向管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依然有一个